嗱，整個哥林多前書15章講緊復活嘅時候，就打破咗一句嘅大話。呢個大話係全世界欺騙好多人嘅大話。呢個大話講咩？佢話所有宗教都係導人向善嘅。呢個係一個大話嚟嘅。所有宗教嘅目的唔係導人向善咁簡單，係將所有宗教都貶抑咗。如果有宗教人士認為佢嘅宗教只係導人向善嘅話，咁我已經無話可說啦。佢對自己嘅宗教應該負翻起極嚴重嘅審判嘅後果。我哋基督教唔係要導人向善咁簡單，而且你話所有宗教都導人向善，將所有宗教係放喺同一個位置、同一個地位裏邊去評論。呢句說話意思話，所有宗教都一樣。所有宗教導人向善意思即係所有宗教都一樣。講呢啲說話嘅人，佢係不負責任；講呢句說話嘅人，佢係對宗教冇研究；講呢句說話嘅人，佢講緊大話，佢信以為真。聽嘅人又會覺得個個都講啦，當1萬個人都咁講，呢句就係真理。但係宗教同埋信仰其實有兩個核心嘅問題，佢必須要處理嘅。第一係苦難嘅問題，第二係生死嘅問題。唔同嘅宗教對苦難同生死會有唔同嘅詮釋同埋理解，既有不同嘅詮釋同理解，就會有唔同嘅人生態度。嗱，所以所有宗教係唔一樣嘅，因為我哋對生死苦難有唔同嘅理解，有唔同嘅詮釋，所以我有唔同嘅人生態度。基督教係活出一個積極嘅人生，原因之一，因為我哋相信我哋死後會有復活嘅生命。但你睇下有啲宗教，有啲宗教就認為我哋今生係要積陰德，為咗來世有可能會活得更好。嗱，我用嘅詞句係好小心噶，每個字都好重要。有啲宗教認為今生係為咗積陰德，讓我哋來世可能活得更好。你想象下，如果來世我成為一隻狗，或者你屋企養嗰隻狗，原來係你阿爸嚟嘅，前世係你阿爸嚟嘅 ，OK？ 咁嗰隻狗，你個樣咁似我阿爸嘅，咁梗唔會啦嚇，睇唔出呢個第一。第二，就算佢真係你阿爸，轉世成為一隻狗，佢都唔記得佢係你阿爸喎，曾經係你阿爸，係咪？所以佢今世活得好唔好，佢根本唔知啊。所以我講話呢一種而家積陰德，希望來生活得比而家可能更好。我講可能就因為根本唔知，根本我就算下一世我做乜都好，我都唔知係咪比上一世好。因為我已經唔記得上一世所有嘅嘢。基督教唔係呢個思想，基督教我係相信我哋死咗之後，呢個身體會幻滅，但係靈魂卻不滅。靈魂只係去到陰間一段時間，佢要等候復活，得返另一個身體，就係一個復活嘅身體。嗱，呢個就係死亡嘅真相。但係復活嘅明證係咩呢？保羅喺一段經文裏邊用咗好長嘅篇幅去討論復活係咪真實嘅，因為好多人唔相信復活。佢就用從反面去證明有復活，從正面去證明有復活。反面嚟講，喺林前15章14到19節、32節到33節就討論呢個問題。我逐一去睇。保羅話：如果基督真係冇復活，如果基督真係冇復活，第一，我哋所傳嘅就係枉然㗎。各位想清楚，想清楚。今日我哋講耶穌復活啦，耶穌復活。每個禮拜我哋翻到嚟敬拜呢個復活嘅主，我又有復活節 ，OK？我要等個耶穌再嚟，我哋所講嘅，如果耶穌真係冇復活，我哋所講嘅全部都要落空。意思即係話，如果今日我話俾你聽，某超級市場有大特價，你買一隻貨品原價10蚊，而家1蚊就買到啦。點知你去到個超級市場嗰度冇啊？咁我所講嘅就係枉然啦，即係你講大話啦，係嘛？呢個係如果耶穌真係冇復活，我哋所講嘅就係廢話。18節咁樣。喺基督裏面死嘅人都滅亡啦，既冇復活，死亡就係句號啦。第3、19節，如果我哋喺基督裏面只有今生嘅盼望，就比所有人更加可憐。想下，今朝早你起身翻到你呢度去敬拜主，比而家喺酒樓排緊356號籌嗰個更加可憐，係咪？因為完咗之後你去到酒樓攞緊672籌，點解你唔早啲去攞翻322籌咧？我哋比佢哋更可憐啊！點解要翻返嚟呢度？我點解要敬拜呢位主？我點解會相信死後會有復活？我點解要遵守神嘅話語？因為我相信有復活。如果既然冇復活，我遵守嚟做乜嘢？我比嗰啲人更加可憐啊！
我哋更加見到保羅話，如果係咁嘅話，佢就引用咗當時兩種好潮流嘅思想，32節同33節。佢話如果咁話，如果死人唔會復活嘅話，我哋吃吃喝喝吧，因為我哋明日就要死啦。